冷氣通清洗分體式冷氣機，即日上門透明報價更放心。分體式冷氣機在香港家庭及辦公室非常常見，其強勁製冷能力與安靜運行方式深受用戶喜愛。不過，無論再高階的冷氣系統，長期不清洗都會積聚灰塵、霉菌、細菌，導致冷氣不夠凍、有異味，甚至耗電增加、零件損壞。冷氣通針對分體式冷氣機清洗推出快速、專業的即日上門服務，並強調透明報價、無隱藏收費、專業保養保障，幫你徹底解決冷氣困擾。為什麼需要定期清洗分體冷氣？冷得更快更慳電，避免灰塵堵塞風扇與冷凝器，提升效能，減少異味與細菌。魯網與散熱片積塵會釋放霉味與病菌，延長機件壽命，減少零件損耗與故障風險，省電，風流更順，壓縮機負擔減輕，降低電費。冷氣通服務項目一覽，我們不單提供分體式冷氣機清洗服務，更涵蓋各類冷氣保養與處理。清洗分體式冷氣機，清洗窗口冷氣機、風喉式冷氣清洗與檢查，冷氣機安裝與拆除、保養、檢查、漏水處理。即日全港上門服務，接收查詢，即日安排上門檢查冷氣與報價，進行清洗，完成與保養建議。分體冷氣 DIY 清洗技巧：一、關閉電源，拔除插頭，確保操作安全；二、拆除魯網，取出魯網用清水洗並晾乾；三、清洗散熱片，用專用冷氣劑噴灑後靜待數分鐘，擦淨；四、清理排水盤與排水孔，保持通暢，預防滴水；五、裝回部件，開機檢查是否運作正常。建議每3到6個月清洗一次魯網，每年找專業師傅深層清洗。常見問題 FAQ。 Q1 清洗分體冷氣要幾耐？ A1 約45分鐘至1小時，按機型與污垢情況而定。Q2 會唔會有隱藏收費？ A2 冷氣通提供透明報價，絕無額外收費。Q3 幾耐要清洗一次？A3 建議每半年清洗一次，如有吸煙、寵物或過敏問題，應更頻密清潔。Q4 清洗後會唔會即刻見效？A4 會，即日可感受到更強風力與清新氣味。Q5 冷氣通提供其他服務嗎？A5 我們也提供窗口冷氣、風喉式冷氣、冷氣安裝與檢查服務。最後提醒你，即時預約冷氣通專業團隊，確保你的分體式冷氣機長久高效運作。